再来看高雄市小港区飞机路要挖面地路的车道标示哦，有民众是质疑讲行为标线是看甲无煞煞，市政府是表示讲这是考虑到当地路况哦特殊的处理，那么做伙来看卖。发现林肯道的慢车道河一顶也是红顶道人冲过去，但是新标线画设了后，用路人要倒挖，就要靠近林肯道这边的车道等待，车顶道啊才会当转弯。是啊，这呢左转是要先进去里面左转的啦。有人抢快，他可能就会撞到了。他是说就是可以看灯号啊，有些人是没有在看灯号的。有骑车的人讲真混乱，因为高雄市小港区飞机路到挖面地路这条道路新标线，靠近快车道分隔道这个车道，画标线是显示会当直行，还有正挖，但是第一边啊却是奥多麦倒挖的车道。考量到慢车道的这个直行车，它的动线不宜再做这个往右大幅度的一个偏移所以我规划这个机车是在右侧。市府解说，往北的方向虽然有紧慢分隔道，不过线型决定是倒弯了后，倒边阁会加快有偏车弯，认为慢车若直行车无适合阁来偏移，才会把倒弯的车辆规划伫正边。希望说尽量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标准，不然的话，可能在地人知道说这边右转是要靠这边左转是要靠右边，但是我身为外地人的话，我到了现场，我当然会不知道说为什么我这边机车要左转的时候，突然要靠右边去走。民间团体表示，各地标线画设有时阵会看现况，这案是为着动线安全会当了解。不过嘛建议全国应该要有一套统一的标准，才袂造成困扰。公司新闻王刘婷丹、hen坤局报道。